走八壮士啊，所以我们在走这里。但刚刚另外一边是要走这里吧？没有啊，登山口海边上讨论刚刚从那边上的。刚刚在这里，我是从这边进的。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步道啊。今天要爬的这个叫做马伦山，插入就直接我们就走这里。古关七雄之一。快有走1公里吗？那好可怜。差不多。
现在下午4点53分，我们已经完成马伦山一圈，总共应该是14公里。从斯可巴步道进去，八壮士步道出来，一个 O 型，总共花了7个小时半的时间完成这个马伦山。这座是八仙山。